梁振英又呼籲到佔領嘅街道通返之後，市民可以做一件事，去到呢啲地區呢，多啲消費，喺經濟上支持過去嗰2個月嚟生意大受影響嘅一啲商戶，尤其一啲小商戶，為佢哋打下氣。買嘢啊，係有啲咩買啊？誰又乘着那警車駛過，狂踏來旺角購物的我，仍是那金色於我身邊，我竟發現你攝錄我的面龐，誰突然大聲粗口兇我，完全未能預計我是經過，行路太兇險，想要救護，我想購物，怕以後也別去麼？旺角買乜 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人浪中想救護購物，被你驅趕真的笑話。旺角買乜 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明日金鐘即使拆下，就算通車只不過一剎。誰又拿亂棍通街駁我？誰人又能驗證你沒差錯？頭上已飆血，走到街口我給喝罵，要我旺角別去麼？旺角買乜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人浪中想救護購物，被你驅趕真的笑話。旺角買乜 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明日金鐘即使拆下，就算通車只不過一剎。誰人預告旺角不倒？誰人在老屈中收到警告？豺狼在狂笑，但你哪知道我想好？和誰投訴？害怕差佬，寧願在框區中偷偷禱告。行情亦頭痛，旺角的租金撐不到。旺角買乜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人浪中想救護購物，被你驅趕真的笑話。旺角買乜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明日金鐘即使拆下，就算通車只不過一剎。旺角買乜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人浪中想救護購物，被你驅趕真的笑話。旺角買乜？Shopping Christmas， 明日金鐘即使拆下，就算通車只不過一剎，就算通車只不過一剎。